那就是说，你说我的感情问题吗？其实以前我是被女追男的。我从国中的时候，因为我最近听到的那个感情世界，就是说那个我的外甥好了啦，我们都会就是开玩笑说，因为他年纪跟我很近，所以我会说，他是我的表弟这样之类的。这只是一个开玩笑，就是一个玩笑话，just joke 就是 joke 之类的。然后好，然后我的感情世界，就是因为以前是真的是被女追男，国中就写情书，被收情书，后来我就婉拒，因为我是要读升学高中的，所以我是呃自己还有就是自律啦，然后还有老师的要求，还有家父母的期望，然后可以进到花莲某个哦明星高中这些，大家应该知道。如果自己不知道，那就算了。那你说大学呢？大学我不知道前女友有没有在看啦。那大学我也是被女追男，那算是双方合意啦。法律名词有一个叫双方合意，就是说感情就是这种事情，本来就是要双方合意去达成共识，才有一个爱情的目的嘛。那就是说我本身就是呃，因为我长得还不错，自夸起来，然后嗨起来。那就是说感情是一个需要去经营的啦。那我印象的这一任女友呢，她是在教会我不知情的情况，然后她在我一个某个法律课程，因为其实宗教它也是有律法，那跟法律呢很像，然后是在一个民法课程遇到她，然后我们就是我一开始是惊讶的，我想说你是谁？Who are you 之类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是教会的无论是因为我本身家庭是天主教了，天主教徒。那就是说，但是我在基督教友面前，我只会说我是慕道，因为他们的仪式就是不是这么的让我想要说灵恩派这种的，或是解放式神学，让我会感觉到说有点我想要一个宁静的世界。对，大家应该都睡了吧？这个时间，那就是说这个观点呢，然后我就跟他是同时又是学伴。他是英美系啦。然后那因为这个是过往事，那互相祝福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各自发展了，这样子好。那他也已婚了，然后我也衷心的祝福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祝福我找到更好的。我说不能说更好或是说合适啦，就是说因为毕竟因为那时我为什么有这种呃就是我会说感情有亲情、爱情、友情吗？对不对？那情感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会认为啦，因为我说刚才前面就是说我是被女追男，所以我很 care 说对方给我的呃情感是坚定的，然后是直球对决，直球到位的。一个好球进袋的。这个或是直接灌篮的。因为我们同时也是说各个科系的，像他是英美系的系篮，然后我是大众传播的，我是语传系的语言传播系的系篮的球员。那这一块呢，就是需要去经过一个甜蜜期，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情感是很短暂的。那磨合期就是因为我刚好要工作，我很忙，因为我是半工半读的一个学生，那也
很需要去经营系上的关系啦，然后还有的教授的报告这些的。那对方呢也因为他有因为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，呃，多认识一点人也是不无小补，他也可以有机会去多认识一点人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是一个像是学伴的，已经是 partner，我会这么说。然后那就是说，感情世界就是要用心去经营，然后共同的兴趣或是志同道合，不一定要是互补的关系啦，那也可以是说一个合适，通常看到是男生很经济地位很高，或是现在女权或是提升嘛，女生也有经济地位啊，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个投资理财的那个呃 po 文呢、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哦对，他说如果你要一个温柔体贴的，他就讲说他自己的婚姻，他说温柔体贴男生，那你可以去找那个自己喜欢的那种李敏镐啊，那种演员之类的啊，但是你就要存一笔钱去养他之类的。我只是在讲说他 po 文的笑点，然后但是呢，这个男生也是有一种某种魅力嘛，对不对？我学姐常常跟我这样讲，对啊，你们如果交友圈，嗯、有这些人物存在的话，我觉得说都是不错的。学妹的话，我也是看过了。那其实大家都是可以去多接触，多接触就会，不能说对象，这时候很敏感，就多多认识，多知道，多了解，哦，多交往，或许对的人就会在你身边守护着你，爱着你。然后祝大家美梦成真。好，晚安，平安，拜拜。